第15屆全運會乒乓球項目由澳門賽區承辦，全部嘅小項共10面金牌將會喺銀河綜藝館產生。澳門有唔少舉辦大型乒乓球賽事嘅經驗，其中今年嘅國際乒聯世界盃都安排喺銀河綜藝館舉辦㗎。呢個場館位於路氹城嘅銀河國際會議中心，2023年投入使用，可容納16000名觀眾，係目前澳門最大嘅室內綜藝館。採用無視覺遮擋設計同埋高清播放技術，俾每一位觀眾都可以以360度全方位沉浸喺賽事當中。銀河綜藝館連接安達士酒店，鄰近多個口岸，前往觀賽可以選擇唔同嘅交通方式。其中橫琴口岸、澳門口岸區只係相距約1.3公里。觀眾可以透過輕軌前往，喺路氹西站落車之後步行大約5分鐘抵達。至於由澳門半島前往，較快捷可以乘搭的士直接抵達。同時周邊亦都有多條巴士路線可供選擇。